脚踏车，作者洪淑娇，来源教育部电子报。即马上时行的，除了回来的手机以外，4箍链长不时都看会到的脚踏车嘛正时行。真侪县市拢咧推设脚踏车专用道，伫都会区阁有公用的脚踏车通好租。这毋但会当用来通勤，阁会当顺续运动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忙力兼洗裤。其实用时伫庄脚家户户拢有一台脚踏车，迄毋是对人咧施行，颠倒是真实用的交通工具。卖鱼的、卖肉的贩仔会用伊来载货做生意，做熟人种的菜脯、生的咸菜，嘛是用伊运去市仔卖。所以迄阵的脚踏车后斗拢有一个真大的架仔，会当载几百斤的物件。听讲，若是骹腿较无力的，迄款脚踏车是踏袂行的。阮自细汉拢甲脚踏车讲做铁马，因为伊毋但载北耐操，搁较远的所在便若有伊，就挺好去。只不过较早的车身拢做较悬，阮囡仔人行袂过椅座仔顶，若要徛，干那会当用一骹软过三角形的车架仔，甲肩胛头看踮椅座仔边，去一边豆豆仔徛，豆豆仔踏。有人讲这号做软高空，其实较早的铁马拢足重的，阮囡仔人安尼徛真正足危险，所以大人拢会禁止阮骑铁马。还毋过大人愈禁，阮就愈想要骑。阮拢趁大人去园里做事的时，偷偷牵去大路边学骑车。会记得有一摆，我骑甲老练，又搁惊互是大人知影，家己就假敖想要甲斗倒转去，想袂到无张持煞甲记载的批墨写一大片落来。爸母转来到厝，看我流血流滴，毋但无安慰我，颠倒举锤仔摔甲我叫毋敢。一直到我读高中，阮才知影，原来毋是逐台脚踏车拢像阮兜的遐重，大部分拢是又搁轻又搁有安电火的。迄款电火是食链仔咧走的时所发的电来发光，伫暗时骑会较安全。有人会伫脚踏车头前加装一支环杆，通好载人。尤其是谈恋爱的少年家仔，用这款的脚踏车来载查某朋友，会使讲是汤甘蜜甜，互人真新鲜。
自从乌多摆普遍了后，真久无看遮尔济人咧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毋但会减少空气的污染，阁会使锻炼身体，好处真济。若会当，咱尽量莫驶车，换来骑脚踏车嘛袂歹。作者洪淑娇。